阿婆，嗯，是谁了？哦，我孙儿做，本来妈妈做出来你无？弟，拜托伊人来讲来突转来哈，食牛眼仁唔好，还食白死的咧。你我老人家冇甲啥，拜托伊，好拜托伊人来请转来人，啊是骂佢两件，还冇打佢呢呢，其实这本来的。爱着得了，强者双脚，强者下行，阮是为着嘛甲一声，用力拼出聪明，不管路上有个恶蛇。情窦寂寞的嘛。那风飞赛朋友拢讲，东东无看到伊咧。对啊，手机也不接，他家人也说他不在家。我们一定要找到他，当面问清楚，他到底发生什么事。问题诶，伊拿到钱。而且交头找了那么多次，都没找到哎。一定有办法的啦。金针菇每天都盯着我们看，等到教头来他才回家，要怎么找？啊，你们干嘛停下来？继续练啊！好，练。龟子你好可爱哦。啊，我是年轻人，就要动起来，不管天气冷不冷，就要动起来。你冲啊！我找人去吗？啊，无你像。我是杨俊康学校老师。老师啊，你找伊啥？请问你是？我康个因老爸的好朋友啦。老师啦，无代志。来，老师叫这。你来找康个是啥物代志？杨俊康他父亲过世之后，他就没有再来学校，然后他也没有回家，家里人很担心，所以我来看一下，看他发生什么事。哪有啥物代志？
讲啊讲伊要对我，无爱去好好读册啊啦。你觉得这样好吗？煞袂去甲恁介绍啦，这空的因老师啦，啊讲要带咱空吼，转去好好读册啦，甲老师敬一个来。对，老师啊。对不起，我不喝酒。啊煞袂记你啦，老师伫外口袂用啉烧酒啦。讲的啊，啊你唔得好啊，甲恁老师讲好清楚诶。他把这一罐喝掉，我就好好跟他讲。你这样子，少啰嗦。靠北，你说走就走。这老婆很担心你，我建议你带你回去。喂，老师啊，你迄亲门豆来到遮，啊你甲我面子囥伫倒？我是要安怎带这细汉的啊？介简单啦，遮哦，你若啉好完，伫遮无人会甲你动，煞来看你的生意啊。警官，你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？两个先通漏手啦。警官，警官，你忘了你为什么把刺青弄掉？大家都在等你。你不是要拿冠军？啊？你把同欢喜，问题好因托输。其实讲，其实还伊啦。其实我们还小啦。如果我爸没有去什么狗屁重点系，他不会死。如果我没有逼他，他不会死。其实是人无关天啦。提莫，他自己不爱惜自己的生命，要喝酒，要吸毒，你救得了他？干！不要讲我爸坏话！你跟我回去啊！打死他！打死他！了不起哦！为什么不管他？为什么？不想这样走啊？因为唔叫嘛。不要讲我爸坏话！就是你！你也配做老师哦？喝酒打架，臭死！洪妈妈，洪妈妈也不是你叫的啦，你个死掉去吧你！爸爸，看你是要拜你自己还是拜我儿子？佑恒哦，你是救啊？
来，事情。高条。 张正义，你出来啊！高跳，高跳，用的咯，用的咯，都要睇马先生，用的，又冇去上课咯。主任来打几暗晡的天发就冇人接啊，他又冇上，喊头去睡冇？还没出马的事情啊？ 哎呦，我们是谁啦？来，可不是。来，哎，注意，你做嘛干？阿康，小人。哎，主任，你做嘛干啦？哎，阿妈个地方啊！哦，遐猴子哦，哈，枕头又徛起来啊。张正义，遐还无好啦，用牙啦。 哎咻！哎咻！有呀！哎，主任啊！你看那痛了没？哈！主任，太沉痛的啦！唔会啦，按你这样踢球死忒无啊！哎呀，唔是笑啦，等去照相哦，见到我慌的啦！哎，我讲冇。呀！ 上课啦！大家怎么还在这边？啊？上什么课了？不用上了。不要这样子嘛！我们该上课的时候就要上课，该练散打就要练散打啊！大家还有全国比赛，要这样吗？好不好？全国比赛，哼，全国比赛，像你有机会得冠军的人都跑掉，还搞个屁啊！一定不是我。哎呦，你们不能这样啦！动起来，动起来，动起来！来，小心，走，动起来，心情好。哦，你们这样等下教头来看了会难过哎。高条左岸普斯岸都去，未来这样贵。可能要用力的，其身体冇爽快啦。何长爱，快过来！何长爱，好啦好啦，不必所以。你有某件事情，这款。何长爱，好嘅，看见买用嘅，個學生嘅難搞，已經啱咯，我好嘢。佢唔可以傾唔進來，你可以諗我想辦法啊，使就使到你唔衝然。你話啊，嘅其他嘅學生嘅都唔過嚟啊。 我也看不出来，你可以慢慢的想办法。牛头，你要哪个意思？啊？哎呀，我都让你讲过的咩？意思按人啊，系冇？你是条使就可以解决问题啊！他会不会做心脏科？这条社会，做嘛会安难搞？
因为去调查，冤狱由于受伤，结果也做心脏的，通唔通这家先慢慢落去？安尼算我们搞好生的咯？你哪好运啊？我无在调。啊？伊讲伊无在调？你校长伊讲伊无在调，我老爱要落波的，我不会死给伊避开有在调呀？啊？我根本找不回他们，我只会害死他们。两个话，你老爷不落不讲，你要让爱好远，天台啊！起来！校长诶，标只要用慢标一点嘛。哦，两条线哦。来，你再卡起来。无问题跌下来啊。以前嘅时节，那后院万一学生嘅照睇沉重了嘅时候。普罗阿婆出来了，不用自由。做嘛个啦？个普罗阿婆啊，佢始终因为讲，嗰条土树土到半烂成嘅社会哦，就像个交通体嘅自由。哎，你做中途学院嘅老师，就像个牵点自由嘅树。你看啊，嗰条悠悠嘅线，啊，哎，有看到吗？啊，你出，哎，你做欣赏嘅人嘅爱心，只要我在天堂不要有条件，我经过试验，我克服困难。还会地方向啊！万一这个只要去跌下来，还是交冲突嘞。很做欣赏的人，我老实甲讲，从头到尾两条线，还都较严严，差点唔是标数。仆街哦！听说迄件毛诶，我高头变到安尼啊。对，我们一定要找金毛问清楚。用办亲，哦用哪里亲？出去亲啊，废话。啊？出去亲。老高有才哎。老高交给东东就好了。走啊！有脑袋就交给东东，走。哎，鬼子，你脚受伤，还是留在这里好了。还有全身热血做的啦。行啦。主任好。主任。你哋做緊做嘛？东东要花，我也唔讲。
歹势讲，挨着先去种菜哈，种菜。呀，种嘛个菜。我只想追星，只想追星。不该啊，这个啊？你没更年期了嘞？啊？干嘛该？更年期是什么？不是提这个那事情那个。好，你那个停了。好，有都做嘛该啊？吃饭，我们去吃饭。吃饭没呀？哦，那个啦，那个。哪个用哎？没有扣好。38啊，来了，嘛该那个你还没刮鼻毛，走。金毛，快出来哦！金毛。你一直打电话是找得到是不是？不然怎么办？手机打了 N 万遍，他也不接。我们分头去找好了。想去前面公园找，然后分头。金毛。你为什么没有去上课？你老高考讲嘛该，你做嘛该讲无爱教书啊？丢地啊，做嘛？你一定要跟我们说清楚啊！金毛，你在做嘛东西？韩东英在做嘛吧？走啊，金毛走。那个，他们家务室呢，这位小姐怀孕了，对，所以让他们处理一下，对。对啊，家务事我们还是不要管比较好。干！金毛，你们走呀？金毛，我跟你变成这样啊？听不懂啦。你不要管我！不要管我啊！我们赶快长大，好不好？我想长大，我想赚钱，就是希望能够和妈妈还有弟弟住在一起，每天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的，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如果有一天妈妈不在了，我真的不知道活着的意义是什么。所以我知道你心里的感受，你有多难过，这我都知道。我也想要有一个和别人一样的爸爸。就算他不工作也没关系，我可以赚钱。就算他躺在床上也没关系，我可以照顾他。我
最后一次看到爸爸是在学院里面，我跟他说，我叫他快滚，我叫他快滚，我叫他不要在这边丢人现眼。多重生的夜，只有呀只有不少离合，连多少个人爱子，汉江对唔得。等会哈，来的，适当唔好还我的。那个树还爱变自由的呢。大伯啊，你心情唔好，将爱水喝茶，还有那个健康食物。就要吃到还有饭上诶。高头，冇彩，我醫生原來唔好。我冇管你啊！干杯！要茶别，老爱拿一些些。拿的，你莫不用提。今日先转去了，再见。
了啦，铺了阿公把门弄坏了。哎，听说你心情不好的时候，都喜欢路边送。走啊！哎，你不去扫地，我就在这里跟你睡觉哦。不然你不去扫地，我就说你在这里跟我援交。眼睛闭起来，这里不能有那个。走。玛利亚要上班了。你去睡了，我弄就好了，这么晚。我不会喝酒了，不要担心，去睡觉。教头，你要守信用啦！我最讨厌喝酒的人了。我知道，那，你不要生金毛的气，好不好？你是一位很棒的老师哎。对。抱一下。你这个小秃头。如果我到50岁还没有人要，我就嫁给你。去睡觉。好，去睡觉。再抱一下啦。教头加油！早爸晚爸早爸，不如来吧。有泪吧，男人，来抱一个。有感动吗？如果你信来，我还是会抱你。蓝教头。哦，暗号啊！哦，理由气象也就会挨我。外甥哎，對不起啊，我真係啊。哎呦，有乜好笑啊？唔會啦，看動到嘅。喂，哎呦，我冇喊你嘛。見啊，牽手呢？你都睇做乜㗎？正少迄記啦，但係迄老高條等一下，我唔錄。媽，快了，來不及了，下課後。黑妹。什麼東西的？愛情動作片。趕快抱一下。謝謝。哎，你很熟啦？輸啦！輸啦！超熟啦！上課了，亞玲啊。好嗎？無聊，繞這裡。媽。
来，出去。这样跑步哦。来，到这里啊！去旁边找什么？有两包出来的话，别快。哇，好酷！被踩了，被踩喂，阳光学员。嗨，我是。啊？小平，小平。跟你讲，那个志工刚刚打电话来哦，你妈在医院，现在在急救。来，跟我来。张老师，张老师。啊？主任把小明带走。我们到场的时候，他人已经昏迷了。邻居说，他的先生在打伤他之后，就带着自己的儿子跑掉。后来邻居才发现，他竟然被打得这么的严重。病人除了肋骨断掉3根之外，目前最令人担心的是，因为伤势集中在头部，急救之后，病人一直还没恢复意识。你们要有心理准备。小平，小平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你有没有看到个女生，大概这样高，头发短短的，住这附近叫范小平？没有哎，没有哦。不好意思，谢谢。哎，天姑啊，看到你无好啦，差到一路呀，不亲毛呢？亲毛？亲毛啦，你亲毛好啦，时间没差不多哎，回转啦。这小平啊，有听得出来哈，你今天啊，哥你都做你啦。冇可能啊！他最在乎就是他妈妈。今日本已打断药，佢聽錯，佢前日喺度拖轉來啊！警察都請唔到佢嘅小平喺前嚟度呢。鍾英，你現在金針菇轉去好遠啦。
啊，后场诶先放空了。真的啦。我在这边等，反正小平回来找他继父。好搞呀，他就无忙嘅事情啊。现在去啦。我来留到呀，轮流一起。不是的啦。我来，这很准啊，好嘛，这很准啊。我来不是，你要一起小平啊。哎，李正姑。哎，你请什么啦？我好啦。哦。不知道他们找到小平了没有？姨毛走咧，小平妈走咧，全家唔散。唔好急讲啦，糖豆都等去了。哎，原来你们很多人哦。见到小平嘛？原来老师不一起呢，原来你们是走了。你要都要抹好了，专业，啊，专业啊，我专业。我今晚干嘛？小平唔见摕，我去老佮讲啊，今晡无听错，做对天数情。走吧。哎，那我嘞，我也要去啊。只有一台车哎，我扭会去。你有3只脚。你叫你爸载你就好了。哎，早起码跟我说啊。臭猩猩，害我！爸，不要回家好不好？那个，我们要找金毛。金毛没有怎么卡？金毛通讲个生人啊，毛俩生人，没俩孙啊。你讲加工代言去找过。然后你讲加工都按不是差水都按你光会是出戏啊！因为我们按出呢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惨了，金毛用太多，整根卡掉。老爷掉东西问金毛怎么改？又不是我给的，更何况他爸是大药头哎。本身也不吸毒，好不好？杨俊康，老爱放起来。小平唔见摕啊，他妈都快被打死了。杨俊康，老爱放起来哦。杨俊康哦，起来。这石头无搞，按摩是按摩台，按摩用，要摩爱，要손了，按。你看，光练出去啊，你是香。你重，这边呢？干！你要干嘛啦？白痴是不是啊？痛哎你！你知不知道小平现在在哪里啦？小平不见了啦，他妈还在医院。你到底在搞什么东西？自己看着办。臭！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你们那边有一个病患叫吕石原小姐，现在清醒了吗？没关系。对，那个如果他女儿去找他的话，麻烦可以跟我联络吗？我姓张。对，0913-809-010，好，麻烦你哦。肚皮哦。
记得带钱出来。做够。赶紧买棍水。教导，金毛跟小新找到小田了，快点，快上车。小平，小平。要干嘛啦？我打死那王八蛋了！你不要管我啦！打死他又怎么样啦？你妈怎么办？我妈都快死了，你不要管我！呀！你要杀他，我带你去啊！走啊！多穷心的眼，自由呀自由，不可少里头。我妈都快死了。我不要没有他。你妈至少还活着，我爸呢？我爸他死掉了啦，你懂吗？你妈至少还活着啊。我们都一样。我不要没有妈妈，我不要没有妈妈。我们都一样。我想去上课，就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不够关心他们，所以才需要我啊！你懂腔哦，你连生年就冇经过，你凭嘛来搞奶啊你？多穷心的眼，自由呀自由，不可少你。